每年10月，新竹的9公分日度，气儿就风嘞。新妇的气饼咪开始晒嘞，和晒好的气饼就来拿来分饮食，和留伫树档的气儿呢，就留本雕饰。后代人人家顺头的拍头好，老拍姜尾按水边，还有黄色雕，每日可能染度的气儿台，随水底，无本弄个摘下来做气饼的气儿，就是留本记得的。所以实实抬起个悄悄过来强下打掉时，安因最生气。葱头伫染染飞来飞去的黄色调，好是葱，咪好是钩子。所以安因规染风荡荡的气，凊彩记章记出拉佛。那种拍姜尾按水边，平常提起毛，为下散度呢才看得到。可能因为毛黄色调太杂，姜长期唔染，所以就伫顺头点点，等去食饱，才实实晒过去切命腿。不过气可能挺好食，为了加湿之后，盐味杂杂变作乌卡卡的呛面条。你看那只拍头好，食落去3万。当场某上的本皮只雕是强壮，所以讲求2-3接一张。黄色雕讲很好食咯，莫怪拍头好食落硬夹，好得还没占到一张。个拍姜尾按水边呢，佢讲拍卖，睇这个唔是烧，咪唔是染假，染到的气硬到。凊彩是绝对做得本安利沙沙占一张。你系台湾秋天时，伫大樟农家的气染度，当日又会上苍的生态喜出，按照气染太传统。头家系人，人客系雕，所以头家台风来到人客，咪绝对唔会让人生意。遇到下散度。会拍来高的染，下巴还会写两种算系台湾啤酒中的雕过来。佢就认为头那么巧巧，所以按照台湾巧木法米。下难得的是两种抢背比比雕，咪会过来食。佢就平常时虽然是冲下刀，不过看到好食的气，咪躲唔掉情分，唔拍得走。和最后结圈的台湾巧木法米，是到欢喜和讲究亲戚朋友归家屋，全部凑凑过来打掉时。当生气，伫安尼的气染度，人杂寸呢就留本雕饰，唔但将人就好食，雕咪就好食。然后雕就将脸煞强让，倒的是唔睇的。就拿起老脸煞分享，绝对唔会打爽，咪唔会上涨。咪系啦，晓得分享，绝对比上涨，还能做得不人欢喜呀。